其实我们2024世界闽南语金曲颁奖盛典和全球总决赛在前几天呢刚刚落下帷幕，全球12强在中国茶都共同进行了巅峰对决，经过激烈的角逐，顺利的产生了前3强。这一届的这个歌王呢，被来自东南亚大赛区马来西亚赛区的高文文夺得，恭喜！同样，来自我们厦门赛区的曾志超获得了亚军。 而季军是被中国台湾大赛区彰化县的年家纯夺得，所以说在那天晚上，现场近100余家的媒体对赛事进行了报道，数十家的网络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对赛事进行了转播直播，赛事在网上吸引了7000多万人的观看量。哇哦！来，下面我们要为新一届世界闽南语歌王进行颁奖。 颁奖之前，我们先来看的马来西亚回顾他们的夺冠之路，请看。这里是2024世界闽南语金曲颁奖盛典及海峡两岸闽南语音乐大奖赛的全球晋级赛的现场，恭喜文文、曾志超、年家纯，恭喜！咱情生命，我的心，阮的情，阮的爱，行困在茫茫的人海，一生为情为爱走天涯。获得2024世界闽南语金曲颁奖盛典及海峡两岸闽南语音乐大奖全球总决赛全球总冠军的是高文文。 几间厝，用砖仔空，看起来普通普通。时常出现我的梦中，迄就是我的故乡。我一群人真正善良，理想拢带着笑容，安分守己。 想，迄就是我的故乡。暗时仔庙口听大人讲讲，一讲讲日本时代已上太阳，伊无唱着望春风，迄就是我的故乡。想起我。 是坚强，在我的打拼奋斗人生中，迄就是我的我最大的力量。几间厝用砖仔铺，看起来普通普通，总有一日我的成功。 掌声让我们听到好吗？
时常出现我的梦中，伊就是我的故乡。我一群人真正善良，理想拢我着笑容，安分守己，事拢同声，迄就是我的故乡。暗时啊，着口听大人碰碰，七讲讲你，阮时代伊上该用，伊无唱着望春风，迄就是我的故乡。想起我可爱的故乡，予我意志坚强。在我的打拼，奋斗人生中，迄就是鼓励我最大的力量。有几件事，用钱仔空，看起来普通普通，总有一日我的成功，都能去我的故乡。再一次掌声，恭喜高文文、曾志超、年家纯夺得2024世界闽南语金曲颁奖盛典暨海峡两岸闽南语音乐大奖赛的冠亚季军，恭喜！接下来我们将为我们的冠亚季军颁奖，有请我们季军的颁奖嘉宾，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化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杨志金，有请我们中国台湾地区新党主席吴成典为亚军颁奖。有请颁奖嘉宾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央文明办原主任、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胡振明为冠军颁奖。有请我们的3位颁奖嘉宾为我们的冠亚季军颁奖。哇，这是一个很光荣的时刻。历时9个多月的时间，全球12000名的选手，7大赛区，30个分赛场，70场比赛，涌现出来的我们全球优秀的闽南语音乐歌唱者高文文、曾志超、年家纯。经过了几次的，好，有请杨志金先生为我们的季军年家纯颁奖，吴成典先生为亚军曾志超颁奖，胡振明先生为我们的冠军高文文颁奖。好，来合影留念。来，不容易啊！经过长期的征战，获得最高的殊荣。掌声送给我们的冠亚季军。恭喜！欢迎我们的颁奖嘉宾，也请颁奖嘉宾入座，谢谢你们。来，冠亚季军请留。谢谢你们，颁奖嘉宾，谢谢，谢谢，好，谢谢。哇，好，我们看到了冠亚季军啊，真的是非常的优秀，他们所取得的荣耀不光光是他们个人的，更是越来越多优秀的年轻的闽南语音乐人，他们对闽南语的追求，这些都是他们的榜样。我们期待下一届的比赛会有更多优秀的青年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光彩。是，今天的活动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请所有全体参与的明星歌手一起上台来，大家请一起到台上来。